美國一個聯邦法官下令暫時阻止甘迺迪中心喺翻新期間關閉，並且裁定中心嘅董事局將總統特朗普嘅名加入建築物名稱嘅做法係違法。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庫珀裁定俄亥俄州民主黨眾議員比蒂勝訴。佢早前入稟法院挑戰甘迺迪中心改名，以及喺大規模維修期間關閉2年嘅決定。法官喺裁決書中指出，成立甘迺迪中心嘅法律清楚表明，中心以甘迺迪總統命名，唔能夠基於董事局單方面決定就冠上其他名稱。下令中心官員必須喺2個星期內移除所有包含特朗普名字嘅標示，以及更新網站。法官又指出，甘迺迪中心可以繼續推進翻新工程，但董事局需要全面評估對節目安排同法定責任嘅影響之後，再決定係咪關閉中心。